記憶中食咗金玉滿堂10幾年，但係又查唔到佢幾時開業。有冇人知道答案？喺留言區話俾大家知道。以前會成日去下環街嗰間分店食宵夜，而家戒咗宵夜同埋就腳，就會去白馬巷或者南環分店食晚飯。今日我哋去咗南環分店，通常一定都會嗌手撕雞飯、德國鹹豬手、蒜蓉西蘭花、炸軟殼蟹、撈公仔麵同埋楊枝甘露類別嘅甜品。雖然佢哋嘅出品都係多油少少，其實都可以叫師傅少油啲嘅。不過佢又真係做到平靚正呢個水準，所以耐唔中都會幫襯下。今日食咗咁多嘢，埋單係335蚊。唔知道大家嚟到金玉滿堂會叫乜嘢食呢？喺留言區我哋討論下，下一集再見。